我是在地新闻，后来讲有人领无3倍券哦。屏东德田乡有一个乡亲，伫咧农会超市印出着小白单，到柜台要来领3倍券，但是店员安怎撸就是撸袂过，尾仔竟然显示讲，这个券已经去互领去了。这个乡亲家己嘛硬气，走去警察局来报案。警方讲，这2-3天确实是出现几啊件案件，拢是民众伫咧超商无法度来领3倍券。建议咱的乡亲，若拄着相关的问题，会当敲经济部的电话1988去询问。开始发3倍券，邮局有真侪人伫排列，为人是去超商领。电木卡插入去，简单的操作就会出现一张单仔，摕去柜台领3倍券。不过屏东有一个姓柯的查甫人去德田乡一间农会超市，单仔有印出来要去领3倍券的时，单仔无效，过印的时嘛无法度领。他领出来一张小白单，然后到柜台去扫描的时候，是显示说已被领取状态。无法度领3倍券，姓柯的查甫人就到海关派出所去报警。警方表示讲，最近确实出现有几件民众伫超商无法度领3倍券的案件。建议乡亲若拄到相关的状况，会使敲经济部1988的专线电话，查明讲到底是倒一部分出问题。